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权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啊，要同大家来讲下医疗嘅单元。啊，唔过唔要同大家来讲没有一种疾病，要同大家来好好讲啊。急诊室，我们说就是急诊室。都呀急诊室底度大家底呀，可能喺动态嘅层面，今日节目当中都有机会做在同大家来分享哦。今日节目当中邀请到亚联行国际医院嘅子承副理事，佢到联行国际医院已经作为24年，都系做呀急诊室嘅副理事哦。细细嘅家来分享佢，分享唔同嘅副理事分享。大家好，我是联行国际医院的护理师吴碧玉，今晡日欢喜来到福起来咧。好，分享副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多谢多谢。对，刚刚有讲到，唔啲啊联行嘅急诊室作为24啊25年咧。嘿，差不多。按几位时间，都第嘅急诊室，对，都在急诊室。嘿，哇，也係，我知道我東南想想，因為我想一下誒，我台灣人先前見過誒 SARS， 還有見過誒呀新冠疫情。大家對於醫院也係講想到乜嘅太場面，比如講乜嘅太災難，想到醫院，想到急診室，就會知道哇，佢聽說像係大戰洶湧。有時候啦，有時候對不對？故所我今日請榮幸到邀請到亞護理師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一開始先同大家講一下，在急診室底度有一條印象，本你知道印象當中，也係講哇。真難得的故事，做在同大家來分享嘅麼？哦，今晡日這也機會讓大家分享3則故事。哦，3個故事。第一個就係第一則故事就係講說，我哋上班就常常有對急診室啊，會跟消防隊合作嘛。啊，有時候佢會送病人過來，啊，佢本來這個通報的時候是講，哎，本機器骨頭停，啊，就是老豆講淺的骨頭停，沒想到一送過來是。整個手背被撕掉，然後都送過了一整個手背的情形，這樣子。本兩台茶送過來，本兩台茶送過來，給身從病人送過來以後，後尾一台茶都送了一隻鼠臂過來。我也就是第一個故事就覺得有一些是在講癮哦，也提一個故事，對，也提一個。所以就是有時是係冇辦法想象到，可能天發接起來係安樣嘅情形，對，啊唔過實際看到係那樣一種情形，冇錯，那個算是要大家趕快動員起來的狀態吧。對，這種就會算是檢傷第一級了，立即要處理了，立即要處理，千嚴重呀！等下會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接下來聽一個故事。聽一個故事就係講有隻老阿伯啊，都喺農田工作，然後就本有來掛號講佢本東西咬到，啊醫生就問講，你本乜嘅東西咬到？佢就同佢推都打開了門嚟看，哦，一條沙狗哎，佢帶咗一條沙狗來急診室啊？對。哈，佢大家嚇死嘅。係啊，大家嚇死嘅。不過呢，佢嘅做法是正確。通常啊，你有看到就會本沙狗咬到咧，其中一定要看清楚佢嘅頭型啊，然後佢嘅眼咧也係三角嘅，也係講佢嘅花紋係乜嘅色。對，本東西咬到就清楚一下，醫生這樣做的，針對這樣可以打一些抗血清的藥物。哦，如果它是毒蛇的話，帶一條沙狗來到急診室，確定這是正確的做法嗎？沒注意的啦，醫生親自看到，你本嘛該咬到啊。哦，迄個婦嘅裁理法做得翕相，對，咩係做得，但是也咩係同大家分享呀，剛好有講到輕重要嘅概念，看清楚。咬到嘅東西係乜嘅？對哦，係沙狗嘅話嘅就係看頭型啊，看人嘅花紋。花紋對，就是係講係偷沙嘅話，就是要第一時間要打這個抗病毒的血清，而且要對應那個毒蛇，對不對？沒這麼的亂打。對，它是神經性的還是那個出血性的，有分，對。
所以阿北做法是正确的，只是有点讲你听，也是很惊悚的故事哦。T 伞的故事， T 伞的就分析比较温馨一点的。因为我们医院是有跟那个国际机场有合作。先前有来到咱节目当中有讲到联行医院黑 DN 头眼机场是在里面有医院是驻点的。对，所以有时候他会后送病人过来，一些是国际的友人这样子。对，那就是有一个在日本就是要出国来台湾玩要回国了，在机场就是发烧不舒服，那就被后送来我们医院这样子。那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就是先帮他做了一些基本处理检查，最后就是退烧了，症状也改善了，那医生是准许说他可以飞回去日本这样子。可是因为那时候处理完以后已经也非常晚了，11、2点了，所以找不到住的地方。那我们有同事刚好住附近，就请他过去住一晚，就遇到同事不卡呆，他隔天再带他去机场坐飞机搭回去日本这样子。对，那个日本夫妻非常好，就是隔几年呢，他都会寄一些日本的名产过来给我们同事。对，然后还蛮有心的。这几年呢，我们同事特地也飞去日本冲绳找他们夫妻玩这样子。对，所以觉得还蛮温馨的故事，在急诊室来说，对，也算是一个比较暖心的故事，因为就急诊室，人可能来去，对啊，可能就大家一下会听听，可能唔会有太多嘅情感，也算是比较温馨的故事。对，比较少，而且持续10年呢，哇，真的蛮厉害的。10年按久的时间，哇，故事吼有关急诊室，当然唔但抢一条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今每日请难得有抢到护理师，就会有抢到护理师同大家来分享到。其实人当然有时是会冇爽快嘛，冇爽快的时间，係讲係了日啦。就会想到要去急诊室，其实也是真口嘅。不过有时就会想讲，我这样去急诊室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就会反手讲，某个时间真的要去挂急诊哦。通常所以说在涂卡来讲比如说你有严重的胸痛，就是你平常没有，而且像那个石头压胸这样子，然后会痛到整个冒冷汗，就要赶快过来，或者是说呼吸困难，连讲话都呼吸困难，连讲话都讲不出来安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意识不清，你怎么摇晃它，或者是动它，就我们有说的一个土喷，就给它疼痛刺激，它依然叫不醒的这种情况，也要赶快送医。然后另外就是头部、腹部有一些创伤就是也要过来。那还有就是伤口你自己加压止血以后，而且伤口很大都没办法止血的情况，它有可能是动脉出血什么，那就要赶快做紧急处理，那种也要需要赶快来急诊室。或者是说你有发高烧，发烧度39、40度忍住某输送最后就会30叫40度就哈，那我好像有过可以做一得来嘞。所以30度就可能有时候对39度你做去某输送就做一得过来，跟医生看嘿。韩国就是讲，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就有阴道出血的情况，也要赶快过来，表示可能胎儿就会有一些危险。对。故说迄讲有甲下因讲到嘅亚得情形嘅乡亲朋友，就唔好想讲，按用去急诊会不会太小题大做？这样是要去急诊吗？不要怀疑了，对不对？不要等了，压榨时间，就唔好够等诶，还係要家家去看先生，来看先生。韩国其实都唔讲迄乜嘅时间啦，所以去急诊室，听说都会有看到老人家喺跌倒，也係讲乜嘅输送来到急诊室。其实像按用嘅跌倒输送去到急诊室也是有的，对不对？对，老人家有时候反应比较迟钝不明显。其实老人家如果有头部有受伤的，受伤以后要一直或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或者是说给一边输骨无力气或者是说给他脚骨钳起来输骨钳起来或者是给他个关节里头会肿胎、青胎安尼，就会夹过来急诊室其实好像蛮容易发生的耶。对，因为老人家比较容易骨松对，而且老人家的就是肌肉什么骨骼都比较脆弱。对，很讲不卡，给斯坦尼有按那个情形给发，我记得
唔但呛一看欣赏，可能还要直接去看急诊了，对不对？跌倒、绑倒给发。你如果跌倒有点点小擦伤啊，或肿肿啊、扭到安尼，佢做一都服下冰敷一下，然后看个硬看嘛。如果硬还还安尼肿肿还会痛，所以建议你还得去找专科的医师再看一下哦。确实因为有常时就会知道，哎呀跌倒就。跌倒啊，对，还系爱去看欣赏，摸头讲真嘅呢，这算是治疗的黄金时间嘛。对，骨手也系轻松也有嘅。啊，唔过当年去到急诊室就会想讲，嘿，我就去来到急诊呢，用寒芒看到我。有。对，其实也是有这个状况，对不对？人家他进讲到提醒大家嘛个情形，爱去看急诊，啊，可能你去看急诊要注意嘛个事情，啊，唔过大家还系爱想一下。讲有可能你去急诊室，并不是说你嫌多就会嫌宽，其实不是这样子嘛。对啊，唔系哦，我哋急诊室唔系讲生来就成宽哦，唔系讲声音太响就成宽哦，没有，我哋係有一这些标准跟方法，主要我哋會評估你的生命真相，就是體溫、血壓啊，然後呼吸啊，然後心跳啊，還有還有他的意識是不是清楚啊？好，然後還有他的就疼痛的那個表現啊，來去做依據，然後我們有分成5大類這樣子。對，其實也分類係同詳細嘅，等下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小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鍾玉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聯行國際醫院嘅資深護理師來同大家分享急診室嘅一條內容哦。剛剛有講到，來到急診室來看病嘅時節啦，唔係講我來掛急診就要先看我，其實唔係安尼，佢係有一套標準、一套內統。今日嘅節目當中也輕鬆有嘅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也天師當中看到的這個叫做急診5級的檢傷分類，就係講來看病嘅人都愛分類，看乜人輕嚴重，乜人輕無嚴重，輕嚴重嘅天初愛先看。對，冇錯啊。故說一集一集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輕嚴重嘅就像，比如講天師當中董家看到什麼歐卡，通常我們就是第1集的話，就是要立刻急救，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天師當看到的歐卡，歐卡黑馬該，歐卡的原名就是說到院前就已經沒有生命呼吸、生命徵象的，就是他沒有血壓、沒有呼吸、沒有心跳的，所以就是要立即處理，對，或者是說那血壓非常非常的低，低到你都量不出來的。那個也是需要處理，那個就是一些休克的症狀，也需要立即處理的，或者是說喘氣喘不過氣，或者是血氧都低到80、90以下的，那個都屬於第1級需要立即處理，1分鐘都不能等。對，我們都直接把它帶去急救室的這種。這個時候，黑講有配人啲嘅排隊就會完全被忽略，冇錯，因為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就是。你必須要緊急去救急嘅情形之下，對，所以這個是第1級必須要立刻急救的，立刻馬上，所以它就會是紅色嘞。我們沒有分紅色什麼的，它是這個圖卡，我們通常就是對，就是說1級、第1級的，對，所以醫院就會聽到，我們就會說1級啊，或者是說要急救這樣子，對，會跟醫生這樣說，對。好，撒哈雷是第2級的話，就是危急，在10分鐘內，醫生會再次幫我們做評估，這樣子，就是比如說他像一些胸痛，嚴重的胸痛啊，就是你平常胸痛、腹痛，就是你平常沒有疼，平常都不會痛，今天就突然痛起來，它也痛起來，對，譬如說頭痛到就是像剛剛講的會嘔吐啊、視力模糊啊那種，然後胸痛就是會痛到胸口像壓大石啊，會冒冷汗啊，
啊，腹痛痛到就是会地上打滚那一种啊，那种我们就会称为说第2级哦，但是它会危及到我们自己生命啊、自己器官一些的潜在危险，会立即有危险的，所以通常就是在10分钟内需要被看到、被医生处理或再次评估的。没黑轻讲哦，10分钟以内也是蛮快的。对，所以这是第2级。对，那第3级的话就是紧急，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有持续在恶化当中，但是它现在还不太会影响到生命，就是不太会影响到生命，不会马上影响到生命的。那这种呢，我们就是在30分钟内，医生就会看到，或者是再次评估你的状况。这样就是比如说一般的一些肠胃炎啊、恶心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说发烧啊那些症状的话，就有可能归类在第3级紧急。还会处理，啊，不过做得等一下。但是迄讲头前有人给发就会先处理他严重的。对，会先处理1、2级的。对啊，当然前面没人就是会先看。有时候前面没人，你可能10分钟内就可以看得到了，3级有可能10分钟内可以看得到。对，就看当下急诊室病人的情况。对，好。啊，第4级的话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些慢性，本来就是长期肚子痛啊，突然今天有点痛，然后或者说长期就是有点便秘啊，现在肚子痛，对，那种就是不太会危急，只是它就是平常都有的啊，今天症状有点加剧，所以这个都可以在60分钟内，就是医生可以再次评估或看到你的情况，再做处置，这样，对，再更轻微一点。哦，那第5级的话呢，通常呢，这个就是它不是非常紧急，但是它不属于急诊的范围，但是它需要医疗处置。例如说车祸一点点小擦伤，对，那可能它在平常的话，你可以去看门诊，但是假日就没有门诊，也没有诊所，所以那你就是必须要做医疗处置嘛，所以他必须来到急诊。那一些换药啊，或者是或管子鼻导管啊掉了，那病人需要喂食啊，他没办法等到礼拜1，对，所以也可能会来这边。那有些皮肤瘙痒啊，他就是痒的受不了啊，对，但也可能会归类在这里。就是第5级，就是基本上不算是会来急诊的范围，但是可能因为某个原因，他可能来到急诊了，他就会被分在第5级，这是比较非紧急的状态。对，古时候提倡大家，去到急诊室，迄讲先生无天天来看你嘅话，不要生气，心平气和，会有这个状态。会，还蛮多人会觉得我来就是我急，我就是急，对我来急诊就是急，要不然你叫急诊。对，会有人说你为什么叫急诊？就是我很急啊。啊，不过唔要安尼哦，提倡大家，今日算系同大家，第一个是分享这个5级减伤的这个分类啦，迄讲大家都一个太型嘅。怎么讲？大型灾难现场可能也会，确实也会这样子减伤。那在急诊室也是用这一套的模式来做减伤嘛。我们跟大家来分享。鼓手今日嘅小单元，很多福希名菜熊很少出现的小单元。后来同台港，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哦。这个护理师也不知道我准备了什么内容，我们来这个。情境猜一猜，到底这个是算在第几集哦？我们随便抽一个，来抽这个，看一下哦。这人呢发烧到42，规上人没神哦，没有精神哦，然后觉不太醒，然后水都不想喝，在这种状态之下。福里斯觉得他会被判断在第几？通常这个会都听医哦。已经到第2级了。因为发烧又精神模糊，就表示他意识不是很好，觉不醒这样。对。啊，水不喝，有时候就会有脱水的状况，对，会比较严重。那有时候还要配合他就是血压的状况这样子，对，基本上会在2级。这个可能会是在第2级了。好，再来。等，大家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得 Q 哈来讨一下，这个会被分在第几集哦？这个头
痛到弯腰，冒冷汗，脸色灰白，连站都站不起来，懂痛。就像我刚刚讲的，突然痛起来嘛，痛到打滚这样子啊，然后胸痛、冒冷汗、不舒服，这个也是会在2级哦，也是到2级。对哦，我嘟嘟后都抽到2级耶。好，再来，好玩。鸡胸团哦，大家一起猜哦。这个手腕划伤、出血压不住哦，这个就要分看你的血压状况怎么样。如果你的血压状况正常，然后你加压的时间又不够的话，这有可能。如果我们会看分级，如果你是血压低，然后又加压时间够长，但是还是留不住，这会到2级。如果你血压症状稳定啊，时间又太短，我们通常会归类在3级、2级或3级。对，好，太给他团匆忙，再来哦。这蛮好玩的。好，这个热汤整碗倒在大腿上，大片红肿，水泡一层层冒出来。哦，就有水泡了也会疼痛啊。通常我们这个就是在3级。3级。对。哦，好啦，大家猜对了吗？这应该还蛮好猜的。对，应该还蛮好猜的。但是除了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们叫情境模拟。先来呀，量炸哈，闭起来，蔓延而显宽哦。我们来试试看，大家一起猜哦。这个，一个是说话像喝醉，手抬不高；第2个人肚子痛，跑厕所8次，但是精神还可以。呀，用啥来比给发？谁会优先被看诊？通常会是第1个，说话像喝醉，然后手抬不起来。可是他有时候会喝酒醉啊。你某情处讲伊迄没喝酒醉啊，所以有时候会讲会中风呢。哦，有可能中风，或者是血糖太低哦嘛，蛮会有安尼。没可能会有安样的情形。好，再来，另外一个。点都片呢，这个是胸闷延伸到肩膀，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手指被夹到痛到不行，但是能讲话。一个是胸闷，一个是素不应夹到，不过懂通。通常会是一样，前面那个会优先，因为它有胸闷，而且会有辐射痛，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肌梗塞的一些症状，会辐射到肩膀啊，或者是下巴，甚至有的人会牙齿痛啊，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那个症状哦，所以那个前面会偏。所以其实疼痛的话，迄个夹给表现真言懂痛的发，会影响到他被看诊的顺序吗？会被影响到他看诊的顺序。没会影响到，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这个疼痛脸谱量表。对呀，黑马盖医师这个脸看起来很狰狞哦。我们就会看病人的就是脸部的表情啊，然后去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很疼痛的情况。所以就是你看他如果没有痛，就是可以笑嘛，有没有？轻微痛就是还有点带微笑，有没有？然后到5、6的时候，他就会嘴角会开始往下喽，表示他已经在忍耐。然后到8、9的时候，就真的要像哭出来了，痛到已经要哭出来了。对，所以这9一定比0还要痛。对。故说黑共急诊在判读我们前面1到5级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参考这个。对，会参考这个。没会用它来参考。会。所以黑共爱建议去看医院，当小的本人看，都痛。我哋还会量血啊吧？前面有讲过，看牙血啊吧，你对啊。所以枪不会做戏，喊黑做唔得。还有其他依据来评断的。对。所以今日节目当中，青春药嘅一个部分，就会爱同大家讲，去到急诊室看病哦，唔但像係講你看起來痛痛啊，亦係講你吃到刺甲動嚴重啊，其實咩會有一套專業嘅檢查去評估，上來係萬人先本人看哦。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更多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哦。
欢迎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是中医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邀請到聯心國際醫院嘅資深護理師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其實急診室啦，去看病嘅時間啦，唔係講先來就先看，其實係有佢青春藥嘅一套檢上嘅一個制度，剛才有同大家來分享到。係講唔單槍案嘅哦，因為也係寒天嘛，故所越來越多病人會來到急診室，急診室就會進來見到你。啊，故所衛福部咪又來推動下這個假日輕急診中心，係唔係咪請護理師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上來也係乜嘅意思啊？哦，也係就會疏散吼，像禮拜日啊，或者國定假日啊，診所都冇開門嘛，你啊，所以大家都會來到急診室裡頭。禮拜六、禮拜哎呀，不偏偏愛去急診室，都冇地方都會來去啊，所以佢都會來到呀急診室。啊，急診室本來就有流質嘅病人都對比都中毒誒，然後又冇位又假日又冇到去，又來急診室，所以造成急診輕動疑難的擁塞。所以今年16是剛好11月2號的時候呢，衛福部就有推一個輕急診中心 UCC 啊，它就是說週日或連續假日的時候，如果呢你要看病的話，就是剛剛我們說的減傷5分級的3、4、5級的病人的話，其實可以透過分流，然後去到這個就是輕急診中心，好，先去看診這樣子。那目前的話，它是擴大的話，只有先6都市型，就是有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這樣。啊，時間的話是早上8點到晚上的24點。其實也時間算係當從誒，就是等於說，對，用雜班誒。你剛剛講到嘅3、4、5級，就是他們按嚴重嘅病，其實都可以來呀。啊，剛剛有講到有6都都有設置，先同大家來講一下，像台北嘅部分有這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林森院區、昆明院區，還有附設信義門診部。新北市嘅話有這個恩化醫院跟怡和醫院。桃園市嘅話，我們請護理師來講。桃園就有桃園民生醫院啊，太原的民生醫院跟大民醫院哦，還有中美醫院哦。好啊，北中南都有這樣。對，然後台中市嘅部分有這個台安醫院的雙十分院，還有嘉健聯合診所。台南嘅話有這個永傳醫院，還有高雄有呀文雄醫院。故所就會講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3、4、5級，他們按嚴重嘅病人嘅話，係講了解有呀的看病嘅需求，就做得來呀。6都設置的這些醫院去看病，對，而且價錢比較便宜哦。哦，價錢比較便宜，對不對？對，是只要是之前的如果是去看急診的話，就是比較貴。對，要就是看一般。我們假日都還會有加成費用。故說去看呀，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便宜。對，那我們剛剛有講到，那條情況適合到 UCC 去看病咯。剛剛有介紹的，就會3、4、5級啊，譬如講你一點點的發燒啊，很多的症狀啊，就講流鼻水呀、抽啊，或者喉嚨痛啊，或者是說嘔力度啊，輕微的嘔力度啊，或者是說牙有傷口啊，有個擦傷要處理的啊，或一點點的燙傷，剛剛那個。玩遊戲的那個3級的啊，那種就可以去，或者是說腳不小心打籃球啊，扭傷啊，對，或小孩子發燒、腸胃症狀的，就可以去這個地方。啊，不過黑公真以和嚴重嘅話，其實這些輕急診中心它還是有後送的機制，對不對？也是有，也是還是可以，就是他覺得情況不允許在他那邊的話，他還是會請你到就近的醫院去、急診去。對，故說黑公了你嘅話，有拄到也得情形嘅話，就唔好直接去醫院的急診室，因為平常急診室就已經多人咧，故說用分流嘅方式，可以分散一點急診室的負擔。對，護理師就唔是很辛苦誒。所以我們安東營都跟急診室很像個夜市用誒。嘿，講到像急診室按用多人的情形，聯心醫院也是這樣子嘛。對，目前也是，剛好又冬天了，對。寒天就會按用的情形。人又較多，故說聯心醫院也還沒有啲嘅推動一類很多急診在宅的這樣子的做法，所以急診按用嘅都不卡急診咯。
通常呢，我们就是在急诊啊等床的时候，你超过大概3天，然后又还上不去病房的话，就一直在急诊留置，所以我们就会请那个专科医师，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他来评估这个急诊的病人。然后经过家属的同意，看可不可以就是他先回家，然后我们有居家照护的护理师去他家里。那医生每天是用视诊的方式看病人，视讯看病人。然后那个居家护理师呢，就是会去在你家里发药啊，然后打针啊，打抗生素都可以。然后或者是如果医生评估需要抽血，他也可以在家里帮你抽血，再带回来医院检验。嘿，故说按用就不是镜头嘅，急诊室按用镜等，对不对？冇这个等清救又送去啊，所以有时候症状比较轻微啊，医生评估后就可以让你回家做这个居家在宅的服务，这样。也系联系医院，也下啲嘅推通嘅，也是卫福部的一个方案啊。我们医院已经在实习，已经在实习了。对，故说按用嘅方式，就会讲我们刚刚讲到，迄护理师会去到nhà vụ卡，去看nhà，也系讲去打针啊，去食药嘅啊，食药嘅，如果发一日咧药嘅本，然后本嘢无下一年搞营养嘅。本给食药嘅，啊，煮抗生素，其实论本煮啥，煮长效型的抗生素。含做的视讯本医生看，对啊，有可能按用就好诶，就不是在有可能医生评估讲，都无发烧的啊，症状都减轻的，就做一个结案了啦，然后到时候帮你预约回专科门诊。对。那如果这中间发生医生视讯看到这病人好像症状变严重了，然后意识也不是很好了，他有可能还是会再请你回急诊，再回急诊等床，也有这个状况。对。啊，不过也算是另外一种选择啦，对不对？我们舒缓一下急诊室，不然急诊室真给环境没动好，就是围帘呐，就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对，都隔壁都没有地方什么休息啊，上厕所也没有，就是要离远一点，就懂辛苦，对，懂辛苦，对，好，故说今日节目当中也有请到护理师，就会继续加个请同大家来分享，因为他系寒天呀，斯坦人亲爱注意。就会中风呀件事情，病脑筋呀件事情，可不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 FAST 的口诀。对，我们说的中风 FAST 的口诀这样子。第一个，我们就是病人来的时候，我们会先评估，请病人微笑或说1，然后看他嘴角有没有歪斜这样子。这个就很标准，没有。另外呢，我们会叫他举起手，然后看一下10秒钟会不会下降。有些人就中风，他就一边垂下来了。对，或者是连理卡起了，举起来然后放下来，或者是他连举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一边可以举，一边不能举。对，有这种状况。啊，另外一个就是语言，就会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龚发，你们干名啊？非常好。有没有看他嘴角会不会歪斜？有没有流口水啊？或者是他有时候就是讲不出话来。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时间，你一定要记下他当时发现。他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时间，因为这会影响到他预后。通常我们呢会希望，如果你有以上述3种情况的话，对3种情况的话呢，要最好就是在3小时到4小时之内到医院。那3小时3到4点钟，到医院的话，我们通常可以打一个血栓溶解剂，经过神经内科专科医师的评估啊，然后他评估这个病人是立即就是中风的情况，我们可以就是打健保会给付血栓溶解剂。对，那12到24小时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检查啊。如果脑部有血栓的话，在12到24小时之内取栓，对它的预后效果会非常好。对，所以应该讲像中风啊、病脑筋啊件事情，轻松有嘅就会时间，对，抢时间，也系轻松有嘅提醒大家，迄讲有讲到前面3种情形，记下来时间，去医院，对，轻松有，轻松有，好多大家听出爱好好记得咯。唔单像安尼，其实迄讲平常时地府卡，迄讲有输送啊、出送的方面，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家。乌卡地度没听说有这个急救箱，这是我同大家来分享的，错吗？对，通常呢，我们就有分5大类哦，有的是医疗仪器，就会讲你有狗血啊、被你拿。
不好做准备血压计嘛，有糖尿病的你就最后要准备血糖机，对。另外还有就是像会有气喘的病人呐，或者是肺纤维化的病人，像 SARS 那时候很多人血氧都不够嘛，所以要建议你要准备血氧机。对，还有体温机啊，量体温啊，那另外就是常常就是会受伤跌倒嘛，所以要准备外伤的处理，所以纱布啊、无菌的棉织啊、碘酒啊、生理食盐水要清洗，还有弹绷，有些是肿胀痛嘛，所以我们要用弹绷包扎，然后或者是要有冰敷袋啊，冰敷，对。然后另外外用药膏的话，就是要有擦外伤的药膏啊，比如说就是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啊，或者是眼药水啊，眼睛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说口内膏啊，嘴巴、嘴唇啊受伤啊，口内膏的部分，或者是一些酸痛药布啊，对。那另外还有内服药，就是说自己的要知道自己长期服用的药物是什么。那我会想说，如果老人家现在人呢，手机就是不离不弃嘛，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那个下载健保快医通，手机的健保快医通里面健保快医通，对，你不会都有你对语言，只要有上传云端的话，佢都有检查结果啊，你平常是什么该药的啊，都查得到，对，连检查乜嘅东西啊，都看得到。我说自家平常时咧用嘅要记得，平常时要记得。不看你每周得去查健保快医通，对，帮他设置一下。对。另外还有就是他个人的其他用品啊，比如说一些剪刀啊，或者是口罩啊，对，或者是一些就是手电筒啊，有时候会怕是停电什么的啊，对，手电筒之类的。算是急救箱加这个避难包的感觉。对，就是加进去。对，故说今日动精彩哦，有动多内容同大家来分享。神梦护理师按摩含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好，希望各位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今日有黏嘅舒服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向下来做运动。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术轻站，韩国客家天使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轻站听嘅韩国影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